遇事莫重于大辟，大辟莫重于出情，出情莫重于检验。盖死生出入之全余，幽往屈伸之机阔，于是乎决。真伪曲直，关乎罪罚生死。替伪从真的关键是最初的检验，贵在精专，不可差之毫厘。数百年来，法医检验技术日新月异，立于当下，旧案重查，古今对话，发间剔伏，洗冤择物的求真之路，超时空鉴定。